伫新北市北门街的市场古迹周业记是周家的私人财产。周家的子孙申请古迹认定、修复建筑、整理工程等等，拢无摕政府的钱。今日早起举办上娘典礼，周家表示，未来周业记会开放予民众通入去参观。在周家子孙化进路的过程中，遵照古礼完成主娘安置典礼。在新北市北门街市场古迹周业记，到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。第6代子孙因为唔甘过去生活过旧厝，准备要卖掉，就甲全部产权买起来，开始进行整修工程，想要让祖厝恢复过去的风华。我小时候住在这里，好，所以我有很多很好的印象跟生活的记忆。我希望可以回到以前的这个生活的记忆。所以我希望可以把这个房子修回到我以前离开的那个样子。为着要让祖厝会当重新恢复古早款，周友达邀找各地专家学者共同参与。修复过程中，也遇到不少困难，发现地站落落，把这个结构补强。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有请人来做地质的探测，它底下真的2公尺以下就是一个地下水，然后把我们地下的泥沙一直带走，一直带走，所以。这个房子的尾端这一端有一些砖墙，然后直接裂开的那个痕迹。那这个部分是我们其实最担心。我歹换的物件就是讲1楼的天花板无爱换，无爱拆，啊要换算起2楼的楼房，所以阮咧时间的时阵有较困难一寡。因为天花板无拆，你要换房顶的物件会较歹换。有100多年历史的新竹市场古迹周业记。不用政府预算，一步一卡由周家子孙出钱出力来修复，或在网络顶端分享文化遗产的修复过程，拍算完工了，会甲古迹对外开放，让祖厝继续讲故事，展示文化价值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